歡迎各位小朋友、大朋友收聽阿貓阿狗說故事。今日我哋要講嘅故事係阿添與神奇鏡子。一條寧靜又快樂嘅村莊裏面，住咗一個叫阿添嘅小朋友。阿添好聰明，但佢有個小小嘅壞習慣，就係鍾意成日批評人啊。阿強，你啲字寫得咁醜樣，點考試啊？阿美啊，你今日又冇執書包，仲執漏書俾先生罰，醜死怪啊！雖然阿添唔係有心傷害人哋，但係佢成日批評人，搞到啲朋友仔慢慢唔想同佢玩咯。阿添唔明白點解啲朋友好似慢慢喺度疏遠佢。佢諗極都唔明發生咩事。有一日，阿添行過村口嘅小木屋，見到入邊有一塊閃閃發光嘅鏡。阿添心諗：哇，呢塊鏡咁特別嘅，我未見過喎。佢好奇走入去想睇清楚塊鏡。呢個時候，有個店主爺爺同佢講：小朋友，呢塊唔係普通鏡，佢係無鎖動形鏡。乖嘅小朋友，佢就會照到佢哋嘅優點出嚟；曳嘅小朋友，佢就會照晒佢啲缺點出嚟。你都係唔好亂咁行前去照啦。吓，真係咁神奇？阿添忍唔住走近一照，點知就見到自己喺度手指指畫緊隔離同學對鞋污糟。再望真啲，塊鏡就反映出阿添着住件巢掹掹嘅校服，校服上邊仲有一笪食薯條嘅時候整到嘅茄汁添。突然間鏡頭一轉，塊鏡裏面又見到阿添喺度話緊另一個同學冇禮貌。再望真啲，裏面又影出佢今朝早對媽咪大發脾氣。阿添睇到呆咗喺度。佢以前完全冇為意自己原來成日喺度話人哋呢樣唔好，嗰樣唔啱，更加冇察覺到原來自己都有咁多缺點，真係有口話人，無口話自己啊！店主爺爺望住呆咗嘅阿添講：小朋友，我哋唔應該成日只係去批評人哋，我哋應該學識多啲欣賞別人。咁大家先至可以一齊快樂成長。其實每個人都有啲唔完美，包括我自己。我唔可以再有口話人，無口話自己，唔可以再成日話人哋有咩缺點。我都要成為一個會欣賞人嘅小朋友。從此之後，阿添每次差啲又忍唔住要話其他同學嘅時候，佢就會諗起呢塊神奇嘅鏡子同埋店主爺爺嘅說話。佢開始學識欣賞阿強努力練習寫字，又每日提醒阿美聽日有咩特別嘅課本要帶返學校。朋友見佢改變咗好多，都開心咁同佢一齊玩返咯。呢塊神奇鏡子教識咗阿添一個一生受用嘅道理，就係要多啲欣賞，少啲批評。小朋友記唔記得主耶穌講過咩啊？佢話：你怎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卻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如果我哋只係望住人哋嘅缺點，而唔反省自己，就會變成自以為是、令人討厭嘅人。如果學識欣賞別人嘅優點，接納別人嘅缺點，就可以成為一個人見人愛嘅小朋友。今日嘅故事講完啦。如果你哋鍾意，希望你哋點讚同訂閱呢個頻道，分享俾朋友，仲要撳埋個鐘仔，有新故事聽嘅時候就會通知你哋。